桑拿挑戰賽，俄羅斯男人活生生蒸死。桑拿浴嘅故鄉芬蘭前晚舉行第12屆桑拿世界錦標賽，嚟自15個國家，一共135個選手參加。舊年嘅季軍選手60幾歲嚟自俄羅斯嘅拉迪任斯基，同衛冕嘅東道主選手考科寧一齊打入6強。為咗維持桑拿房嘅氣溫喺攝氏110度，桑拿爐每隔30秒就會自動噴灑500毫升清水，其中4個人頂唔順走出桑拿房，剩低考科寧同拉迪任斯基決鬥，但乾蒸6分鐘之後，考科寧休克，俾工作人員抬走之後送院搶救，跟住暈低嘅拉迪任斯基當場死亡。兩個人都焗到全身紅晒，皮膚嚴重灼傷，部分皮膚仲變成白色，四肢僵硬。主辦單位話，所有參賽者都要有健康證明，仲要簽生死狀。評判同救護員亦全程透過玻璃窗監察選手。不過今次搞出人命，佢哋計劃永久取消比賽。有參加過比賽嘅記者話，焗桑拿比賽好似地獄中嘅體育，等於將自己夾硬塞入焗爐。